大家好，歡迎收睇石齒娛樂。前幾日，資深香港藝人歡喜哥許紹雄因癌症導致嘅器官衰竭，喺醫院安詳離世，享年76歲。喺此之前，許紹雄被報病危入院，唔少 TVB 藝人都陸續趕往醫院探望，其中就有吳卓羲同林峰。當時面對媒體嘅追問，吳卓羲只係搖頭示意，回應吉人天相。而林峰亦係全程眉頭緊鎖，未發一言。冇諗到，僅僅過咗一日，許紹雄便離開咗我哋。意外之餘，小編亦都覺得十分惋惜。許紹雄陪伴咗一代代觀眾成長，更係娛樂圈少有嘅乾淨人。如今佢突然離世，伴隨喺佢身上，仍有諸多疑問，令人困惑不已。疑問：一比76歲突然離世，許紹雄最後嘅時光係點樣度過嘅？許紹雄近年一直活躍喺娛樂圈中，作為金牌綠葉，名氣一直都好高。僅今年就參演咗《師承山海》《我愛九龍城》同《絕命法官》3部劇集，仲有人氣電影《掃毒風暴》。將來仲有電視劇《家有房客》等待播出，電影《正義女神 Demis》準備上映。翻閱許紹雄嘅社媒主頁，半個月前佢仲活躍喺社交平台上同網友探討人生，亦宣傳佢參演嘅新劇《絕命法官》。影片中佢面對鏡頭侃侃而談，講呢個世界乜都唔公平，唯獨時間最公平。又講如果你成日唔讀書、唔做運動、花錢又唔節制、冇目標、冇愛好、冇期望，生活係唔會自己變好嘅。睇多啲書，賺多啲錢，少諗一啲冇用嘅事。努力唔係為咗得到更多，而係為咗有更多嘅選擇。仲講努力嘅意義就係當好運嚟臨嘅時候，你覺得自己值得擁有。呢啲大實話充分展現咗佢豁達嘅心胸，對人生真諦嘅理解相當有道理。而且佢並唔係以居高臨下嘅姿態，而係以平實嘅語氣講出嚟，亦令人非常受用。仲有一段戶外影片，係佢同女兒許慧晶一齊喺香港行街買小食。影片中，女兒話要帶許紹雄去食格仔餅，佢覺得係香港最好食嘅美食。父女倆坐喺車入邊，許紹雄亦表現得異常興奮，開心咁唱起咗《小李飛刀》。隨後，父女倆落車行到格仔餅鋪門口，一路上許紹雄跟喺女兒後面走，仲係健步如飛嘅樣。買格仔餅嗰陣，佢亦同店員開起玩笑，一啲都睇唔出身體有乜問題。喺去世嘅前一周，許紹雄仲同女兒一齊玩遊戲，精神仲幾好。冇諗到只隔幾日，許紹雄就住進咗醫院，又咁快就離開人世，當真令人意外。其實癌症唔係急病，自己身體狀況如何，佢應該係好清楚嘅，只係許紹雄本身睇生死好淡，冇點當一回事。或許就係因為佢把握時間，享受喺呢個世界嘅每分每秒。當呢種笑容突然消失，先令我哋有種突然就離開嘅錯覺。許紹雄入院之後，包括黃子華、黃宗澤、苗僑偉、歐陽震華、吳卓羲、林峰，佢嘅契女佘詩曼喺內嘅多名藝人都有到醫院探望，可見許紹雄喺圈中嘅人緣極好，大家都當佢係和賈可親嘅長輩。疑問二：許紹雄江湖頂級地位嘅真相。許紹雄曾經自嘲：我係家族入邊最冇出息嗰個，其他人都去當官打仗，我卻只能去演戲。佢祖籍廣東汕頭，其家族喺廣州發跡，係清朝時期廣州嘅4大鹽商之首，被譽為廣州近代第一家族。許紹雄嘅太公許應台官拜一品，被慈禧太后認做乾兒子，且獲賜可喺紫禁城騎馬嘅特權。許紹雄嘅姑婆就係我哋熟悉嘅魯迅嘅夫人許廣平，佢嘅叔公許崇智則係參與創立黃埔軍校嘅粵軍總司令。另一位叔公許崇清亦都曾經擔任過廣州教育局長。許晉亨同李嘉欣夫婦亦同許紹雄有親屬關係。有一部粵語老片叫《七子登科》，就係講佢哋家族嘅故事。而許紹雄係喺香港出世，佢嘅父親係開玉石鋪嘅。中學畢業後，佢喺父親嘅玉石鋪度睇鋪。1972年無線招考藝員訓練班，佢係第一屆藝員，由此進入演藝圈。由於家境富裕，喺70年代，許紹雄已經擁有自己嘅平治小轎車。當其他演員仲喺擠巴士時，
29歲嘅許紹雄已經開住平治豪車上班，所以香港人俾佢改咗個外號叫 Ben 士雄。正因為演戲唔係收入來源，純為咗體驗生活，許紹雄先會以平常心態對待工作。80年代佢喺 TVB 嘅月薪只有幾千港幣，卻因為一種對演戲嘅熱愛投入到工作中，而且唔挑角色，多數時候都係演一啲配角，盡心盡力塑造好每個角色。因此許紹雄得到咗萬年配角呢個稱號，亦係名副其實嘅黃金綠葉。而且作為圈中長輩，得到眾多藝人嘅愛戴，契女佘詩曼稱佢係父親級嘅存在。歐陽震華亦喺社交媒體發文悼念，稱佢係永遠嘅經典。雖然家境富裕，許紹雄為人卻非常淳樸，生活低調有內涵，從不花天酒地。1985年，許紹雄去新加坡參加演出時，認識咗當時喺電視台工作嘅龍史，而兩人好傾。但許紹雄對待感情專一而認真，佢哋拍拖7年，先喺1992年結婚。龍兒曾經歷過一段失敗嘅婚姻，結婚時仲帶住一個小朋友，但許紹雄並唔介意將呢個兒子視為己出。婚後第5年，太太龍濟兒又懷孕並生低而家嘅女兒許慧晶，龍兒同一雙兒女一直喺新加坡生活。由1985年許紹雄同龍舟兒相識至今，兩人共同經歷過40年風風雨雨，而許紹雄對待感情同婚姻家庭始終如一，保持咗零緋聞嘅戰績。呢喺紛繁複雜嘅香港娛樂圈，簡直就係一股清流。許紹雄嘅大兒子好低調，一直冇公開姓名同生活狀況，只知道佢喺新加坡讀書長大，並一直喺新加坡發展。佢嘅女兒許慧晶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因為想做甜品師，得到許紹雄超700萬港幣嘅資金支持。其後2年內，許慧晶喺新加坡開創咗包括烘焙店、咖啡同茶餐廳喺內嘅3間鋪頭。同年仲將生意版圖擴展到中國香港地區，亦得到許紹雄喺社交媒體上嘅宣傳同造勢。前年年底，許慧晶同交往咗7年，從事銀行業嘅男友 Shane Sim 結婚。喺香港舉行婚宴時，許紹雄眾多圈中好友都到場慶賀，其中不乏大佬輩人物，包括同許紹雄有過多次合作嘅大導演杜琪峰、視帝馬德鐘、視帝歐陽震華、視帝陳豪同夫人陳恩台、影后羅蘭、關寶慧、視后江美儀、視后孫孫、高海寧、黃浩然夫婦、黃日華、余安安、苗僑偉、戚美珍、張兆輝等都係大家熟悉嘅港星。而呢種頂級人員就係以許紹雄一貫嘅品行為基礎。疑問3：許紹雄嘅遺產及身後事。相比起嗰啲港圈天王，許紹雄嘅片酬累計自然難以比擬。不過唔管金錢多與少，都係許紹雄眾多遺產中最唔值一提嘅。許紹雄最大嘅遺產就係留俾我哋觀眾嗰啲令人難忘嘅角色。佢從影超過50年，參演嘅影視作品多達200部，其中塑造嘅角色眾多，且有好多令人過目難忘嘅經典角色。例如1983年 TVB 版《射台英雄傳》入面，許紹雄飾演江南七怪中嘅妙手書生朱聰。當時佢先得35歲，但已經顯得好成熟。雖然喺劇中戲份唔多，卻係佢最早俾內地觀眾記住嘅角色。觀眾最為熟知，亦最搞笑嘅係《暗戰》入面談判專家何尚生，劉青雲式嘅上司黃啟發。為人小心謹慎，又中意擺官譜，考慮問題總係一根根。喺片中俾反派大盜張彼得、劉德華式戲弄到團團轉。許紹雄以自己豐富嘅演藝經驗，將角色嘅傻同搞笑演繹得非常成功，並令觀眾中意上呢個角色。憑藉黃啟發，許紹雄亦被提名第1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可惜最終敗俾流星雨嘅狄龍。2014年嘅電視劇《使徒行者》中，許紹雄飾演長期潛伏黑社會組織長興中執行臥底任務嘅香港警察刑事情報科督察程歡喜，因妻子遭長興頭目魏德信殺害，程歡喜為報仇脫離警隊，喺黑幫中臥底，並最終成為坐館。程歡喜表面上係經營日本料理店，
暗中卻策劃推翻敵對勢力嘅非法活動，並逐步擴張佢嘅黑幫勢力。喺成個使徒行者系列中，強歡喜始終係周旋於各方勢力、遊走於黑白兩道之間、正邪難辨嘅人物。其身份曾經歷多次反轉，令觀眾印象深刻。許紹雄嘅精彩演繹令呢個角色成為港劇中嘅經典角色之一。因此，香港同內地嘅觀眾都會用歡喜哥呢個名嚟稱呼佢。至於許紹雄嘅具體遺產，雖然冇確認嘅資料顯示數目，但可以想像係一筆非常龐大嘅資產。許紹雄繼子雖然唔係佢親生，但亦肯定能分到可觀嘅一筆。至於佢嘅親生女兒許慧晶，應該能夠繼承佢嘅家業。許紹雄曾經講過：先唔好管有冇來世，100年之後塵歸塵，土歸土，冇你亦冇我。我哋勤勤懇懇、老老實實一世，帶唔走一磚一瓦。又講人生苦短，所以食你想食嘅嘢，見你想見嘅人，睇你中意嘅風景，做你中意做嘅事。離日並唔方長，有錢就要將日子過好一啲，冇錢就要將心情調整好一啲。日子一一天過去，總有一日你乜都會放低。呢啲說話係對我哋講嘅。可又何嘗唔係佢對於自己人生嘅感悟同總結呢？最後多謝許紹雄從藝數十年嚟帶俾觀眾一連串經典角色，願佢喺天堂依舊能時刻帶住笑。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歡迎訂閱、讚好、轉發，我哋下期見。